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哦，早起嘛带领台北市会民众党团去市政府拜会台北市长蒋万安，针对8月23迄3丁胖的公投甲能源议题来交换意见。我的立场非常清楚，就是支持核三演绎，打造一个安全、干净、多元的能源组合，这就是我的立场。我们希望用更大的民主。 用人民的声音来敲醒民进党政府，让民进党政府学会在民意前面谦卑。于是乎，有了823核三演绎公投这样子的议案。因为黄国昌哦，昨才表态讲伊要参选新北市长，所以两个人的见面嘛受到外界的关心。这场会议哦是对早起11点开始，蒋万安先致辞，再来黄国昌致辞，嘛开放予媒体翕相，再来就来进行闭门的会议。